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7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耶利米书50章第1节到第7节，希伯来书13章17节到25节。服从并毋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，服从有伫迄种高压的顶悬的困服。但是，若伫这个自由意志的下骹，又搁会当顺服，迄是真正的信仰。出入日记中间的10个灾难所记载，就是法老王伫自由的意志下面的选择，伊一届搁一届的选择，甲摩西所介绍的上帝作对，无愿意顺服。特别是伫埃及的国王的地位，等于是迄种神主啦，或者是讲众神之一的时阵，为选民的外邦领袖要顺服以色列人的上帝，的确是真困难的一件事。埃及的法老王是安尼，巴比伦王嘛是安尼，因捌强盛，所以因就无法度来顺服。但是上帝伫先知的预言的中间，讲到将来有更较强的国家要来攻击巴比伦，互以色列人甲犹太人会通重新找求上帝。咱知影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受到亚述、巴比伦所打败、所掠。嘛是因为因背离上帝，无愿意顺服。耶利米书50章第1节到第7节，提到着迷失的以色列人，下面是关系巴比伦甲巴比伦的地。上主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，就伫列邦传播因宣告，就入亚大旗列邦宣告，毋通隐瞒，就讲巴比伦得要沦陷啦。伊的神明受掠为真见效，马杜克着青惊，伊的神像拢真见效，伊的偶像拢着青惊。因为对北边有一国要来攻击巴比伦，要互伊的地拍远，无人搁伫遐徛起，连精神嘛走了了。上主讲时若到，以色列人甲犹太人要做伙，哪行哪效来找求上帝，因的上帝，因拢民色安。得问要去遐的路，因要来甲上帝立永远的约，甲伊结连。我的子民变成做失迷的羊，因的牧者带因行袂路，互因驶入伫山内，因对大山行到伫小山，找无骹骑的羊条，拄着因的。要甲因吞食，因会对着讲，阮安尼做无做，这是因为因得罪上主，就是因真正通安息的所在，嘛是因列祖所仰望的上主。昨伫主日的信息，用诗篇23篇讲到着各样的人甲羊群的关系。羊群通常会完全服从各样的人的带领，军队各样的会卡者，因为羊群相信各样的人，因为安尼就听趁各样的人的话，完全军队。希伯来书13章17节到25节，着服从因带领的人。听趁因的话，因为因不时地看顾恁的灵魂，通互因对上帝交代清楚。
恁着互因欢喜工作，无吐气，若无对恁无利益，着继续为着阮祈祷。阮确信家己有清白的良心，意爱凡事照起工生活。我恳求恁着特别为着阮来祈祷，求上帝互我通较紧去认识。上帝已经互咱的主耶稣基督对世人中个活，伊通过耶稣所流的血，确立永远的约，互耶稣成做羊群的大牧者。愿即位赐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。通过耶稣基督伫咱中间成就所欢喜的事，愿荣光归乎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那个姊妹，我互恁下批无偌长，我劝恁着耐心听我宽勉的话。我爱恁知，咱的兄弟提摩太已经出狱。伊若较早来，我会随时甲伊做伙去看恁。请替我甲恁所有的领导者隆重的信徒请安。对意大利的来的信徒嘛，要甲恁请安。愿上帝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阿们。既然咱甲主耶稣基督立约，成做上帝的羊群，接受上帝成做咱的大牧者，咱就必须爱学习来服从上帝，跟对伊的脚步。诗篇100篇全题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为着欢喜来敬拜上帝。就像俄勒西看来到伊的面前，就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于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，就用感谢进入伫伊的门，就用上赞入去伫伊的城，就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，伊的信实透到万代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愿意顺服大牧者上帝的好羊，听叹大牧者的声，跟对伊的脚迹，通得到进入伫上帝的家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